天机12宫是江湖中最神秘而又强大的存在，其中3大元老更是身份神秘。正逢灾年，朝中留侯与北定帅负责押运的100万镇银被盗，矛头直指天机12宫。留侯因押运不力，并居宫内多年，12宫遭刑律司追击，3大元老不知所踪，100万镇银下落成谜。小姐，双儿可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晚上天要凉了，我怕小姐冻着，给你带了斗篷。小姐还是快些回去吧。我现在是捕头，你不用像在宫里这么照顾我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怎么行？小姐是万金之躯，这要是冻出个好歹来，可怎么跟向老爷交代啊？双儿，你看啊，平日里你事无巨细的照顾我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今天过节，要不然我就给你放个假，你也好去约会你的心上人，怎么样？小姐，双儿哪有什么心上人？小姐就知道取笑双儿，这哪能随？小姐。等我们进了城，趁着前面混乱，我们趁机过去。别让徐大人等太久啊。走，走。哇，精彩！太精彩了！玉大哥，玉大哥，你看，这乞巧节竟然如此热闹，不像往日在宫中什么节都过得如此乏味。乞巧节这天，少男少女希望以此邂逅自己的心上人。那玉大哥有没有自己的心上人呢？
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你都没告诉我，是哪家的姑娘啊？公主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在行律司，我是万不偷。好，万不偷。我们现在搜捕的不是寻常的贼。你刚进行律司不久，记住，万事小心，不许鲁莽。遵命，厉大人。我们分头找吧，你去跟小冬瓜胡子里会合。大哥，看，哇！哇，大哥，这就是京城啊，好热闹啊！你不懂。小兔崽子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小崽子，站住！站住！小兔崽子啊，敢偷老子的钱，痛快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今天也让你好好长点记性。小姐看一下，你需要什么？哪来的兔崽子敢多管闲事？给我滚开！几位少爷，好威风啊！你谁啊？你活腻歪了吧？敢跟老子在这儿横，我……谁呀，孙少爷？我看是谁敢在这边闹事。少爷，行律司的人来了。别拦着我！行律司算什么呀？大哥，能耐好像是当官的。今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。别动，那小子的手指头也砍定了。那当然是个女的。行律司不算什么，但给你行酒还是可以的，押回去。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啊！是这小子偷了我家少爷的钱，请大人明鉴呀，大人。对，就是这小孩刚刚偷的。把钱交出来！娘，可有证据？刚才这俩人包庇这小子，他们绝对是同伙。你说钱在我身上是吗？啊，好，那就让这个大人查一查，看看你的钱在不在我和我兄弟身上。小冬瓜，胡子里，搜。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小朋友，姐姐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别动。不哭了好不好？有姐姐在。都没搜到。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各位大人，我是孩子他爹，他没给你们惹祸吧？我给各位大人赔个不是，还不赶紧回家？等等，此事无物证，无人证，你们要是再敢动一步，我就送你们去刑律司。我，谢谢各位大人，给各位大人添麻烦了。走，儿子，走。等一下。哎，儿子，叫爹。你有病吧？打我干嘛？你谁爹啊？在下乡野村夫，第一次来到京城，还不知道你们京城的人这么会玩啊！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孩子就说自己是他爹，你要说你是他爹，儿子，我还说我是你爹呢。你胡说什么？走！你干嘛？松开！放开！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，你刚才与我相争，你都不管孩子是否受伤，你就想分个清明分白。如果你是孩子的爹，你早就于心不忍了。从你一开始出现，你就知道孩子一定会受伤，可是你的眼神却未在他身上停留半刻。你要说你是他爹，那你告诉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啊？小五今年。孩子放下，送他们去刑律司。让徐立农大人等我。好，别走，分头跑。
撤！撤！小捕快，总算赶上了。玉大哥，求两位大人行个方便，放了我吧。哎，算了，一个小贼而已嘛。喂！你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沈瑶。你刚刚拦我干嘛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罪犯与一桩大案有关？他跑了，什么线索都没了。哎，刚才若不是在下出手，恐怕死的就是大人您了吧？你要是这么心系案情的话，那刚才为什么不在逃跑之前就把线索问出来，反倒问你的救命恩人？邢律师的女捕头就这么无礼吗？女捕头又怎么样？来人！哎，怎么，这大人是想将在下收监吗？我帮邢律师抓贼，又救下大人的命，我犯了什么罪啊？好了，你救命之恩，玉某替万捕头谢过。还请你明日去邢律司画押，邢律司方可结案。好。二位大人，马已备好。走吧，万捕头。万捕头。嗯。哼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刚才邢律师那帮人抓了12宫摘星营的人。摘星营来京城做什么？可能跟我们的目的一样，是与镇银案有关。徐大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走吧。嗯。二位，我家大人恭候多时了，请您引路。请。徐大人，晚生沈瑶、陈十六，拜见徐大人。徐大人，沈公子，快免礼。当年我这穷酸秀才，眼看就要冻死在京畿的大道上，多亏了阎王殿的月老公主救我一命，费心提点，才有我徐林洞的今天。只要是月老公主的人，我一定尽心照顾。徐大人，您有心了。不说了，快请来。那不知沈公子此次前来有何要事啊？徐大人，在下此次前来，是想让徐大人借以刑部律司官的名义，引荐我跟16进入刑律司谋个差事。并非是愚兄不帮忙，凭我官高的刑律司一品，如果二位想进刑律司谋份差事，并不难。只是愚兄想不明白的是，凭二位的地位和身份，怎么过不是风流潇洒？何必进那刑律司讨些苦头吃啊？徐大人，
自镇银案起，刑律司就一直打压我们12宫。我大哥此番前来，就是为了进刑律司搜集证据，查清镇银谜案，为我们12宫洗清冤屈。且慢，沈公子，此事不妥。这镇银案，那是说碰就碰的呀。徐大人，您是自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12宫阎王殿莫名受到镇银案的牵连，饱受打击，在下只想为12宫的兄弟们讨一个公道。不过徐大人您放心，在下定不会拖累您。哎，沈公子误会了，并非是愚兄胆小怕事。现如今，这刑律司强势打压12宫，如果此次你的身份暴露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如果因为此事伤到了你沈公子，愚兄于心不忍呐。徐大人说话也是在理啊。就是啊，二位公子既然到了京城，就多玩2天，就住在我府上。哎呀，那在下太不好意思了，那在下就多谢徐大人了。哎，我给您行个礼。沈公子，多谢徐大人了。不可呀，沈公子，沈公子，你，沈公子，多谢徐大人，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呀？多谢徐大人了。沈公子，快行起！谢谢徐大人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快行起！你这让愚兄如何是好啊？徐大人，对不起了。大哥，这就是刑律司吗？对，我们巡差事来了。沈瑶，话押完毕，案子已了。你不走，还有何事？于大人，那你急什么？16，我等乡野之人，出身卑微，出言不逊，还望大人原谅。罢了，我朝正是用人之际，徐大人写信举荐你们2位，想必你们2位确有过人之处，那本官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不过刑律司不是说进就能进的，该学的规矩，你们一个都不能少。10日之后，本官再做定夺。多谢大人。哎，万捕头，又怎么了？物归原主。多谢万捕头提点。我不要。啊？2位公子，徐某初到此地，
也是错愕无比。若是有人间仙境，非此地莫属啊！二位公子，请吧，请。公子是第一次来吧？公子长得可真好看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哎，公子，大哥。二位公子，请。臣玉长风，请公主安。哎呀，玉大哥，我都说了不用这样了，你快坐下。谢公主。气死我了！玉大哥，沈瑶这个人肯定有问题，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进行律司，咱们得查查他。公主，您别冲动，毕竟徐大人是上差。再说了，沈瑶这个人的确灵光，不妨让他试一试。灵光又怎么样？仗着背后有人撑腰，根本不把邢律师放在眼里。玉大哥，我敢跟你打赌，沈瑶这种人，就算来到这儿，不超过3天，他也会走的。毕竟他也算救过你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给沈瑶一次机会。徐大人，哎，在下这杯酒，先干为敬。哎，沈公子客气了，都是举手之劳啊。哎，怎么不给沈公子倒酒啊？哎，沈公子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酒要是不喝，岂不是不给我徐某人薄面吗？那么，我和我的16兄弟，那就谢过徐大人的举荐了。谢谢。好，今日二位刚到京城，应该放松放松，我们不谈正事，喝酒，喝酒。小哥哥，你看是这位姐姐好看呀，还是这位姐姐好看呀，还是我好看呀？你们啊，都不够漂亮。我听闻醉仙楼女掌柜花和溪，貌若天仙，是精通6艺，俯首之处，余香久久不能散去。可惜在下也是从未谋面，遗憾，遗憾呐。好，姐姐，不知道徐大人所说的这个花掌柜的房间，来，在哪儿啊？徐大人，哎，在下内急，告退片刻。但去无妨。这一案的线索又没了，我只有3个月时间了。要是还查不出来，我就没有机会替皇兄翻案了。我已经派手下的精兵强将去查探，已经1年多了。所以传说中的阎王殿有线索了吗？虽然江湖传言是天机12宫阎王殿盗取了阵营，但是这个组织很神秘，新上任的首领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们一直在查，依旧查不到线索。我哥哥上次去白荡关和库容谈判的时候，还意气风发，现在却因为镇阎案成了这个样子。玉大哥，你与我兄妹2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要帮我，更要帮我哥哥啊！去忙吧。是上次那客人啊，真是。哎，姐姐你真漂亮，嘴真甜。公子不得擅入。
公子稍等。公子，刚才多有得罪，主人有请。公子，花姐，近来可好啊？多谢恩人关心。你还说近来，自上次一别，都已经有6个月了。花姐，你总把日子记得这么清楚，我都忘记了。救命之恩，一刻也未曾忘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，快来看看，走。云顿，尔等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危害一方，你可知罪？你是何人？咋敢在司令官面前放肆？云顿，尔等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危害一方，你可知罪？闪开！都别动，邢律师办案。下官玉长风，拜见少府大人。这些天玉大人辛苦了。
大人言重了，大人召下官来，不知所谓何事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当时贼头的刀离那女人就这么近，幸亏我大哥手快，为了救那姑娘，我大哥手上现在还有伤呢。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我们在这儿被扣了4个时辰了，他要真有那么大能耐，赶紧想办法把我们弄出去呀！你说是不是？我大哥本事大着呢。哎呀，这根本靠不上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呀？急死！这位兄台，请问像这样的案件，放到刑律司会如何处理？如何处理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这犯没犯法，你心里清楚；这抓不抓人，刑律司心里清楚。啊？哦，那刑律司还能徇私枉法不成？他们那姑娘还是我大哥救的呢。哎呀，他没用。是哪家的姑娘还需要沈公子来救啊？花姐，你来了。你说徐大人死的真是……先别说这个了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等会儿就带你们离开这儿。我还不打算走。啊，大哥，你被锁上瘾了？外面怎么样？醉仙楼的官差一直都还没有走，但是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难道真的是恶鬼杀人吗？若真的是有鬼，那阎王去醉仙楼干什么？听曲儿吗？杀个人都要这么虚张声势，鬼神可看不出来。若是人为，能做出此等幻象的人并不多。会不会是天机12宫福音堂干的？不会，
若是浮云堂在我醉仙楼做事，不可能不事先放出消息。若是幻想，就必有人为；若有人为，就必有破绽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们这手无缚鸡之力的，怎么看起来都不像？你大哥的意思是，他自有办法。这徐大人死得这么凶，那奴家就不多问了。被人烧死，我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凶手，一定是徐大人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，所以阎王王才会过来索命。花姐啊，待会儿啊，大人过来问话，你干嘛？我可得说句实话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火折子！哎，你这个人身上怎么带火折子呢？对呀，不是，这明明是徐大人不是被烧死的吗？对呀，对呀，难道凶手就是你吗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大哥，就是你带火折子干嘛呀？徐大人为什么带火折子？他就是凶手！吵什么吵呢？大人，他就是凶手！不是，昨夜我亲耳听到，就是他跟徐大人在吵架。不是，是啊，大人，昨晚他就一直在摆弄火折子，酒局就一直没放下过。就他是个生面孔，在场的诸位都与徐大人相熟，他会不会是别人安插进来的刺客，来暗害徐大人的？不是我，这件事儿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请大人明察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说我害死了徐大人？不是我，大哥，你快跟他说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岂能容你们在这儿喧哗？把他给我带去。哎，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讲理啊？我说不是我，大哥，你说话呀！大哥，不是我。那为何他们都指证你啊？带走。万捕头，且慢。沈耀，16与你关系匪浅，既然他觉得有冤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玉大人，邢律司有邢律司的规矩，在下知道，在玉大人的地盘上，不敢造次。京城这2天发生了2起大案，你都在现场，你还敢说在本官的辖地内不敢造次，岂不可笑？只是巧合罢了。我跟我兄弟知道玉大人一定会秉公查案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呢？这位兄台，刚才你说此人与徐大人之前在吵架，既然你是亲耳听到，他们都吵什么了？要你管！你2人随我过来。哼！
松开吧。是。沈公子，你戏演的不错。在下不敢卖弄啊，若不是玉大人明察秋毫，我这兄弟早就身陷囹圄了。有话直说。玉大人，能否让在下查清此案？一来，证明在下的清白；二来呢，徐大人也对我有恩，我想帮他找到凶手。玉大人，你只要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清此案。若不能破案，我甘愿受罚。好，既然你如此笃定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徐大人生前曾举荐你为刑律司捕头，那么此案便作为你们进刑律司的测试。好，如果案子不破，真相不明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玉大人了，在下定当尽力而为。大哥，哎，等等我！你吓唬谁呢？在这儿？谁把你们放出来了？玉大人，就算让你们查案也不行。来人，给他铐上！哎，你不必了，我会亲自看管。不行，他这个人坏得很，不铐也行。我自己绑。手，来吧。哟，大哥，那个我好像有东西落在房间了，去去啊！哎，切，玉大人，你说他连绳子都不会绑，怎么做捕头？拿着。来。满意了吧？哎，走，哎，现在就去醉仙楼。
各位大人，我们家这仓库有3、4年未曾打开了，你看，那锁头都是锈死的。各位大人也看到了，刚才是家人用榔头给砸开的。我们房家和阎王烈火案是万万没有干系的。近日你府上可有生人往来？没有。那杜家的人呢？杜大人，这里难道不是杜少府的房产吗？是。不过自从小老儿接手之后，那杜家的人从来都没有来过。案子不是在醉仙楼发生的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哎，万不头，你那个肩膀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妈呀！快把我弄掉啊！快！别动。不小哎，你看，这不是明显有人来过吗？我是真不知道啊！小老儿可不敢欺瞒各位啊！大人，沈阳，你为何引我们到此？能被众人说得如此逼真。对啊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嫌犯是如何进入仓库作案，又毫无痕迹离开的呢？
不知道。啊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不是，你破解这个阎王烈火案的关键，就在于如何知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幻象是怎么做出来的，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于无形。于大人，我现在已经查出关于这个案子的第一个线索，我还需要另外一个证据，来证明我的推断没有错误。你讲。在下要去勘验房验尸。好。于大哥。万捕头，把嫌疑犯捆上吧。哦。不就是验尸房吗？我才不怕呢！万捕头，念什么经呢？要你管？勘验房阴冷，小心别受凉。谢谢于大人。巡捕头呢？卑职见过二位大人。请问哪具是徐林栋大人的遗骸？二位大人，这边请。大人，卑职和几位仵作都勘验过了，没有发现线索。工具拿来。巡大人，之前听仵作说尸体上有红色的粉末，是吗？这焦尸上的粉末是尸首燃烧后衣服的灰烬。巡捕头，嫂夫人近来可还好？家里失职的钱都解决了吗？回大人，都已经解决了。大人公务如此繁忙，还惦记着小人的家事，卑职这里谢过了。好，没有什么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于大人，你们刑律司真是藏龙卧虎啊！一个仵作捕头，手上的功夫都深不可测啊。你说荀旭啊？当初他确实因为有功夫，才被我抓到刑律司之中的。哦，哎呀，嘿，你看看于大人啊，这为官，温润谦和，虚怀若谷，还不忘体恤下属，难得呀！你不在朝中为官，有所不知。刑律司衙门虽然职权不低，但是奉享微薄，贴补家用尚可，如果有天灾人祸，实在难以应付。